云林县是全台湾有青岛组的县市，一年差不多有140万条喎。不过现在3年前起时，组的休假有18太多位，农民费都唔鼓励休组的嘢。云林县政府喺102年路公告，强势唔本人新申请也算加起休牧场，一直到去年呢，总量有控制下来嘅。县政府喺104年7月的通过嘅云林县新设置休牧场管理处置条例，有条件呢，本想要进行设批嘅主农，使得提升设施的品质。韩国係全台湾頭一個鼓勵業者去克服動物福利措施，並入一個處置條例當中嘅隱私。比如講，莫囤豬馬一條條扣下體合拍嘅嘢豬欄呢，動物的生長環境呢會過好按多嘅措施。唔過，囤豬欄呢改個本錢路加個處，有搭豬馬櫃太稱按嚟休，個會上大造成流台也得。故所許多嘅豬農路限睇看。唔過也有業者家庭愛來做，現在南北台灣係工業 TPP 過後，有專業愛生存，如天初愛韓國有競爭力，提上國際嘅腳步，顧到動物福利。接下來，錄帶大家嚟看下先。學主委學為40年嘅了務學，當年做嘅事，除咗愛去維持了以外，還會去留看啊主委嘅空間情緒。現在佢老爺條主委準起家嘅生意嚟學。我從年都學到順，靠普遍學到贏，那位啲啦咁快，喂啦，咁摸乖乖，了務鄉自家讀書嘅，現在向主委以辛苦，也生意呢也無上嘅累積。故所佢知道係為了也向成業表態以打算。上到未來係講推翻假嘅 TPP， 並用進口有超約錢嘅中央當隊，對台灣產業天初會有動態嘅影響，記住動手。佢嗱，我設置都唔落食，啊無菜食，我老夢想啊，係啊無去食含真多了，嗱進口自營嘅嘛，一樣真大，經濟一塊啊，係，現在經濟都冇好嘅啊。喲，都未好去啊！對啊，仲有地條路起咧，也未好大啊！一本錢含真濟了。中央限望大量開放進口，102年，雲林也嘅全台灣學主委學青島嘅演示就幾幾學睇到咧。故所縣政府會用總量來管制，強勢唔本意申請新設施，冇就係加殺學主場。這個部分的話，因為雲林的話，目前大概在養的養豬頭數大概140幾萬頭。那這樣的一個養豬頭數的話，其實對於雲林的一個生態環境的話，其實造成蠻嚴重的影響。那它所產生的臭味，其實也都屢屢造成我們這裡的當地的居民蠻多的一個抗爭現象。總量管制過為3年，也下早地講有控制到咧。依度學專業者尚未申請加設新的畜牧場，所以在雲林縣政府先前101年內強慢加上的規定，甚至到連休嘅設施都冇辦法穩固。總共要同國際產業來競爭，穩固新的藍色，按呢貴嘅水準將會提高。故所第104年7月的雲林縣政府通過雲林縣新設置畜牧場管理處置條例，有條件開放新設畜牧場，同時未鼓勵隨同動物福利設施內統，係全台灣頭一個按呢做嘅。那希望透過自治條例，限定一些條件以後，符合這樣資格的，那你新建的一個畜牧，就是畜牧場，你必須要距離學校，或者是社區住宅、機關等等，要超過300公尺以上。那你的養豬舍的話，你必須要是密閉水源，然後有高床，那減少用水量等等條件。所以我們就把這個自治條例裡面列出了動物福利的一個精神的一個條款在裡面。那也希望說未來有新設畜牧場的這些前輩的話，可以去把這個精神落實在我們的新設畜牧場裡面。
外问过新的设备是认真向祖马嘅含蓝砂石有60公分按法，从太过系200公分，主要是认真卡好管理。按呢，祖马爱用子也卡唔会有乜嘅问题。不过同县民呢，伫也合客建的嘢蓝砂独空8公里，实在系动业务。老佢管人哈，一辈子完全从日角嘅攞下兰，佢完全都转型了唔得。对佢来讲，一来亲难过哈，也亲到会生病，佢饲鸟、屙屎、屙尿都係好過，而家做唔到轉完，嚇頭先食東西好過屙屎、屙尿啊，所以對母豬來講，就是挺艱苦啦，哦，所以啊，第一點是講對佢來講，就挺係生理上，它有很多的像腳，因為它這個都不能動嘛，所以它腳一定會有很多的這個跛腳，還有很多潰瘍的問題，肩膀會有潰瘍的問題，然後它這個吃的也不好。就是说母猪之间可能很喜欢谈话的，因为你现在把它一头放一栏，你就是妨碍了它的社交自由。猪如果做得像狗的，可能这个动物就这个猪可能就是有点忧郁了，那或者它会去咬栏杆，因为你可以想象得到，它如果100多天都是在同一个地方，它其实就是很无聊，啊。那当然也因为它长期都在同一个环境里，它可能骨架啊，可能这方面也不是太好。育猪的26年的冯长兵，老猪的准复行业强用，唔但将用是未评估，而未许多国外看研用的内容，了解清晰的设施同技术。2013年，佢嘅金子含兰来育猪嘛，从去丹麦、纽西兰、澳洲亚洲国家都向定友善嘅方式来育猪的。故说冯长兵希望自家每天得到国际嘅药谱。因为在欧洲哈，他们已经规定了哈，已经有规定了，现在母猪要会除假卵，就是说原则上容许1个月，在配种阶段1个月，只要验孕它的这种胚胎已经着床了，已经受孕了，你就要把它移到一个禽养的区域，让它可以自由的活动。好，大概在欧洲已经已经有正式的规定是这样的。所以，其实我们希望说，能够用一个禽养的一个这个比较大的空间，来让它可以更多的活动空间。但将未来蓝砂为变态，还针对通过封闭的五太自由项目，同猪的天生就有的行为，未必鼓动来。那当然，在这个禽养系统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要让它有事情做，让母猪它在那边有东西可以吃，可以咀嚼。那时候我们还会种一些像狼尾草类的草料，然后把它捣碎丢到里面，让母猪可以在那边一方面可以游玩，一方面可以做它的社交活动了哦。猪跟人是一样的，它是一个群居的一个动物。我当然只有简单的讲来讲，就是吃得好，啊，吃得好要有水喝，啊，吃的跟水的。然后呢，那个住得好，啊，就是畜舍要好。然后不要生病啊，那生病呢要看医生，要看兽医啊。那然后他不能让他觉得很郁闷，啊，不能让他觉得很忧郁。那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说，要让他表现自然的行为。好，所以在霞兰这一块其实就是这样。啊，就我刚才讲，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猪是摆在野外，母猪如果在野外，你会发现它是很喜欢社交的。喺廣州按你嘅方式嚟育，自然豬馬嘅免疫力就會增加，阻止沒抗有抵抗力，自然就唔是用按動用嘅。母猪其實它如果它的免疫系統比較高的話，當然在飼料裡面我們就可以不用添加抗生素。好，那對我們整個廠裡面，只要它的免疫系統提升，可能廠裡面的一些細菌病毒，我們就慢慢把那個濃度就降低，好，就減少了。那整個減少又會影響到後面小豬、肉豬的成長過程，它的健康度也相對會提升，對整個廠來講是有利的。
不过为了本地合栏设施，改造规群的向下学到一件太件的阻拦度方，安尼就向唔到按度者，成本来讲就会加一除。喺一般设施嘅2到3倍卡价，嗰所大部分的学主业者还望要安尼做。我用个点拿吼，较冇上啊，较袂上较冇上啊。啊，你若叫咧大机吼，要上啊，要老台。其实最大的影响就是成本一定会提高嘛。那比如说它的饲养的空间就会变得需要比较大的嘛。然后再来就是群养，它的风险非常高嘛。比如说母猪它会打架嘛，那打架会造成说，第一个我刚刚有提过，就是会产生传染病嘛，或者是流血，然后它就是会生病怎么样的嘛。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它已经在预产期的时候打架，然后流产了，啊，这是造成损失。那这方面就是整个育成率都会下降。为了合法的业难上飞提规格，并唔係想象嘅咁簡單。故所有學主業者為到為主嘅從細到大，愛有較好嘅成長環境，都會放鬆音樂，本期也條糖，安尼前期就卡問題，韓國飼料未係自家調皮嘅。我们就是想说啦，因为像猪跟人一样嘛，我们为什么人要听音乐？因为听音乐就是希望能够放松心情嘛。那我们希望它在这个环境下能够快快乐乐长大。那当然在饲料端的话，因为我们是自己的饲料厂嘛，那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是用比较传统的方式，就是说我们给它比较好的一些营养的成分，比如说我们添加一些蒜粉。添加一些益生菌这些东西，让它增强自己的免疫力，然后不要去用现在的这些现代的用药的方式去养猪。為主為啲強壯無壓力嘅環境下成長，喺20年政府推廣快樂豬跑條嘅重要元素，未係傳統動物福利其中一個項目。安尼原定豬肉產業，喺未來面對國際競爭之下，未將會係台灣同一冇共用嘅品牌。那雲林快樂豬，它是從畜牧場到屠宰場到分切場等等的話，它都經過產銷履歷認證的整個一個品牌的一個標章。那未來加入 TPP 以後，那至少我們可以保證說，我們在雲林快樂豬裡面是完全不使用瘦肉精、抗生素，有別於國外的部分，那可以去做比較明顯的區隔。對身體都十分足，從提供主位嘅人，為盡量做到合乎動物福利、空氣安全，到理解老豬肉切好包裝到各種用品。韓國甜點送到冷藏庫，冇就係冷凍庫。條到米自家嚟做，唔但將含保留的用品嘅水分，也唔會高冷。我们的产销履历就是从源头到生产都是我们自己的。那这样的话，可以确保说，我们每一头猪进来的每一头猪都是没有药物残留的。那个我们自己呢，也会不定期的再送外检，然后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实验室，每一批回来我们都会抽检这个生菌素跟药物残留快筛，对，所以确保就是我们的每一块猪肉，消费者吃到的每一块猪肉都是健康安全的。雖然雲林縣政府行出傳統動物福利嘅業務，不過其實按到豬馬無測無格，路向下向，未還有一道會解決嘅問題。不是說把豬趕出來就沒事，其實趕出來之後會有更多的東西都是需要研究的，只是說我們把它從狹欄出來之後，它就是比較符合我們剛剛在講的，符合它的自然行為啊，然後它比較不會那麼憂鬱啊。那麼這些是符合的，但是它可能比較會容易打架，它比較會容易會接踵而來的。那這個在國外的研究都已經相當多了那但是在台灣可能這方面的研究是需要加強的。我想帶你用某個辦法來減少這個打鬥就是可能增加一些玩具啦，或者讓它可以摩擦，有事情可以做，或者是說有不同的系統，因為有豬會想打，你有畏縮不已去閃避，會打輸的他就跑掉了這樣就不會受傷，或者是就算一點點受傷也不會很嚴重。
云林县政府也是同地嘅讨论研究，为了为针对客户通活封闭嘅新建设施项目，本地也得补助，冇就会提供农民代理的退款额条。向中业者将限卡位上规规山设施，总共有3项目係國際嘅發展。學者們提出建議，因為農政單位除咗為教育消費者來支持農民行向友善項目，咪應該為成立培訓團隊來輔導業者天天嚟轉型，好成立台灣自有品牌。就算會面對全世界嘅競爭，行係做得對岸島同意無相用嘅差別動作，行出自家嘅路。